台语有足侪结句话，啊，像阮这袂晓台语的客人吼，定定听了意思拢会歪去。最近我听到一句用骹头虎想嘛知，用骹头虎想就知，骹头虎根本就袂晓想，你知无？较早人讲啊，查某人骹头虎是黄金做的，早就无啊啦。你敢知影求婚为什么用一支骹？为什么？就是留一支要绕跑。所以吼，若是头只叫人掠着，拢会讲，哎呦，有一腿啦。骹头虎真正是真正足戆哦，我是会当想到上巧的骹头虎，就是阮阿公的，因为伊拢知影要变天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明仔载要落雨啊！哎呦，后来去换人工的骹头虎，安尼伊每一届用骹头虎想，拢是一个人工智慧吗？好啊，这笑的有好笑无吼？看你的表情吼，我用骹头虎想嘛知啊。因为以前过去甲即摆台语，虽然今仔日佫共款咧操领带，但是伊进步足济。你头讲骹头虎若有到迄个人工的，就是有 AI 嘛。我讲咱全场上巧就是我，伊我有斗两个。啊，两个拢有，是真正有斗的。但是若要开骹头虎，爱足注意的。我拄开始我斗唔对，是，斗着狗仔的。斗上严重就是看到电话了，家己骹举起来。伤严重啊啦！足严重，斗唔对就大严重。对呀。